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 已经过千万年，也通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 是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 抬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总心坚强免搁想伤多。 袂停，更高世态，伊势变成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黛蒂。天空降水，波波放飞，心比之全比之情较真的，看
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超凡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门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全身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阻碍，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光降罪，报告奉陪，心悲只全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超凡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门时。三来黑白舞，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全身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阻碍，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光降罪，报告奉陪，心悲只全比一千个等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脸。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
那边欧北叫，那对边乱啦叫，，有啊，他们现在听到了，巴肚去腰哎，人家好，人家不刚喝酒，对啊，我们现在又是2个，恭喜两个无困饱的人，我想哇没，哎呀，真正两个都唔知你播音啥回哦，老师侬老师你有听到 BGM 无？没有，等你啊，无有啊，有啊哈，来，你有听到 BGM 的时阵哦，那个 music 就 count down 啊，系啊，哈，count down。好啦，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DJ 呢，我 DJ 哦，乖，大家中岛平安咯。头我歌是头一个，人家讲这个封面看了就巴豆哟，哪一个部分啊？你是讲迄只花鸡小，应该是米大吧？哎呀，应该是感觉那个面摊的面好像很好吃。那个我要先说，迄个米达真的很台中就是真的有那种台中的味道。可是我们南部也是这样子呢。我是觉得全台湾的米大好像都长这样吗？黄色的招牌啊，哇！但是高雄很多都是白色的那个招牌啊。无呢，咱高雄嘛是黄色的，嘛是有呢。还是还是讲这是一个南北部的差异，因为我在台北看比较多是白色的。白色的招看板啊呢？哦，嘛是有可能啊，咱南部家嘛是足济，就是我们那边就是我是伫咧回到，我是台中的，我原乡伫台中，但是我伫咧新北是大汉，我在新北是长大，对，可是偶尔还是会回到台中，然后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面摊，然后。迄个时阵，我先跟大家小解解，可是还没有挨下组，还是我要先讲完这个为什么选这本书，为什么现在做选这本册了后，我再跟大家挨下组这样。我就是一直看到迄个作者，就是顺聪老师伊个起外催战，我点进去我要看到这本书，我看到迄个大 A B， 因为我。一直拢甲上尾一个字看唔到，我是看成飘爽，我就看成飘散，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读这本册，对，我就想讲，我就加迄个迪卡讲，不然我们学完台语，我们来看这一本好了。是，然后后来我昨天在看的时候，我才发现伊不是飘散啊，伊是飘配。我跟你讲，我真的好烂，对，是嘞，对不起。我顶礼拜嘛是安尼，我想说什么台币飘散，我吹规半波，我吹无，你知无？结果我还是吹到啊，结果我是去吹电顺聪老师的名吼，拍入去，安尼就有啊啦。对，顺聪老师嘿啦，不是飘散，是飘配啦，兄弟啊。但是我的迄个 Google 就厉害，我每次打错字，他们就会帮我找到对的那个。哦，对，也是吼，已经惯习啊，他们已经非常习惯我打错字了，你知道？那嘟嘟嘟这首歌也很适合你哦。我刚刚喝酒完蛋了，难怪这么会写你的词。谢谢啦，谢谢。刚下韩吉老师弄就知安尼。我两个是赶快的人，没有。可是你会重训和深蹲，我不会。好了，先跟大家挨一下子。我有在想我最近一直在想讲，就是我若是以后变做专职的，就是伫咧创作的人的时阵，我好像真的要去选一个运动选一个运动，不管是跳舞还是对啊，跳步还是。有在想，但是还没有。对，好啦，韩吉老师，都是明仔代志。不要紧，我甲你斗相共。听讲你6月时阵要来找我点。对啊，6月底的时阵，要来找我的时阵哦。我不会，就是惩罚是对，若是讲无成功，我对斗无成功，然后我就是要。开什么150下深蹲台，我会死掉好啦，我就温流的啦，差不多200差不多啦。150到200是增加，150到200是增加。你在讲什么？什么叫温柔？这个不叫做温柔，好不好？我教练拢安尼跟我讲啊，说猪猪我今仔日就温柔的300好不？我就恐怖，你敢知？
好可怕哦！好啦，他话讲遐久，要袂甲你讲哈喽。他话中岛平安大趁钱。嘿，来自人家马来西亚的华侨，他娃娃中岛平安大趁钱。马来西亚人他娃娃，我真的觉得他娃娃很像马来西亚人的名字，很像就是马来，你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grandma 啊 ，grandma 就会一直叫你他娃娃这样，我还以为是这样，我想说，哇，你的名字非常的令人感动。对，而且咱头娃娃真是足水的一个查甫囡仔，真正有够水的，因为头毛就长诶。哦，兄弟是男娘，是兄弟，真的是男娘，人家就睡啦。男娘，对，男娘还不是。好啦，他哇，午安。你转身有急事啊！姐是店先生，店先生你先讲。嘿，店先生，我来口兴话。都是来口。哎呀，打败快可以的时候，咱的迄新一种预测。米亚藤，对，就是伊哦，伊就是凶手。米亚藤我唔知是倒一个，啊，不过就是咱的新一种预测吼，去摆了，我真正就是迄个啊！你无听人讲，最常出现在犯罪现场的人就是凶手本身。哦，店先生，原来就是你，搞不好就是他投的。凶手就是你哦，好，店先生哈，安尼我知啊。中岛平安，中岛。等一下，我刚刚他娃讲伊是马来西亚阿美族人，我真的对不起，我开掉我们高山族的玩笑，我们这个剪出去啊，要被延上了，完蛋了。没事啦，他娃他是真的是台湾在地阿美族，对，所以他娃谁高就水耶，对，真正是阿美族人哦。对，绑架，就是迄个，你讲知影阿美族阿密斯其实是卑南族叫因阿密斯，我知影呢，族称也叫做绑架，绑架就是阿美族语内底人的意思，就是迄度的迄个人。原来如此，我有学一点点，然后阿美族语有阿美族语言有。分做5个地区，5个地区的讲法都无同，就是文化都无同，他们就不是声调语言，他们是文法。对，好酷哦！我们搞不好之后有机会来，可能跟大家玩一下，可能族语之类的。我觉得那个听到我也会睡着真的假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超难，因为就是我今嘛就是他台湾塑料啊，我真的觉得原住民是台湾这块土地上，我刚刚是上巧的民族，我觉得是真的是，因为语言的复杂程度会反映他们的就是整个群体的智商，然后他们的文法是很缜密的，有一个文化的建构是就那个就精贼，就很整齐，所以他们就是真的。那他们平常在家会讲你的族语吗？你伫咧恁厝恁兜会晓讲你的什么族语哟？族语有你会讲你的母语哟？哦，我之前好像有问过他类似的事情，不过他说很像是他们家的亲戚哈，如果相聚的时候都会讲啊，但他很像是他你是属于会叭一直讲的那种吗？还是赶快没练灯的那种？对，真的分好多。他娃娃会跟他讲马来西亚语，因为他常去马来西亚。就他娃这个侨胞的身份到底要被造谣到什么时候？好了，我们就趁这个空档，先继续跟大家打招呼好了哈。今天是龙姐，中岛平安，中岛好哦，平安大趁钱吼。再来，我看见龙姐在吃饭啊，再来是咱三星的总裁郎哈密瓜先生，伊来下。美龙 ，Hello， 美龙，平安大趁钱，然后保持你的清流，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谢谢。所以最近是一些新来，他们新任董事，新官上任3把火，新官上任3把火，没错。但是这个哈密瓜看起来就单纯呢，希望会当继续单纯落去，谢谢。今晚就开始对你投其所好，那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就不会了，开始就说猪没内裤，谋杀必要啊！对，我知吼。好啦，再来是新之庙伊拉晒，欢迎我的地开边的，你好。伊拉晒，Hello， 再来是怀特比格先生，牛岛平安多趁钱哦。怀特比格，我现在才发现怀特比格是不是大白艺术啊？刚是，大白，你可以回复我。
大白 Big White， 对啊，怀特比格啊。哦，对耶，有啊，我今仔日嘛是看到一个，就是伫咧咱第7集爱讲小盖地顺聪老师的时阵，他一开始的迄个名叫做古斯塔夫，就是也笔名叫做古斯塔夫。然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在取 Gustav 的谐音啊？他是一个好员工吗？Gustav 有可能，结果嘞，没有，我就只是在想，我觉得我的谐音病有点默契了。哦，好，了解。这是一个眼睛。有没无救啊？笑死！不会，你要持续对自己有信心哈。我觉得很好笑，攻下回，对自己的笑话有信心。对，要有信心。对，我们人活着要爱自己。他说不是啦，好啦，算了，来高东平道先生，你好，中岛公安大探钱吼。大探钱。是，刷落来，谢谢你好，中岛哦，两位我安看到今仔日的哦，是不是啊？吃中岛顿，爱吃起来，对，好，要吃，办大家中岛顿吃，起码已经开始吃肉粽啊吧。已经开始吃肉粽的款。我今仔日传吼迪卡的头一个脆文，就是我们传给迪卡头一篇脆啊，是那个看到一个南部人伫咧煮肉粽，阮家其实嘛是吃南部粽，所以我们家也是吃南部粽，嘛是煮的，还是甲规粒的，有蛋伫咧水底内底。啊，你们家也是吗？阮家也是，真正也是沙沙的有无？就是煮一煮沙沙啊，那是要吃的时阵会个吹啦，哦，所以一开始其实真的就是生的米下去用水，对，你的吹一感不是吹，一感是叫腾，你就是反复把它加热嘛，你再加热。我用电锅呢，我是用电锅去吹。对，那就是腾啊。哦，那是腾，不是吹哦。加热就是你没有把它吹，是伊就是从未吹哦，对，伊是吹。对。啊，变做伊就是吹。无腾就是加热。啊，对。哦，所以讲恁家嘛是吃南部粽，我们家超奇怪，我们家有阮家家己做的时阵是做南部粽，可是我们去外面就会吃北部粽，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有一天我就问讲，我就问阮爸爸讲，现在阮出去外口无买南部粽，去买北部粽，然后说反正外面的南部粽都很难吃啊。我说喂，你也不需要堕落至此吧？就因为外面的南部粽很难吃，所以你就现在就自己开始吃，你就开始吃更难吃的北部粽，可以来南部，可以来高雄，我带伊去吃好吃的这个南部的粽，真正有好吃的，真正的。而且恁肉粽真正的，这嘛是嘉义的一个。我之前有看一个嘉义的网红，就是嘉义网红，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对嘴哥哦，张毅啊，因就是大概因。每一个中岛拢会去吃嘉义的迄个在地美食哦。对，我现在对嘉义就很有兴趣耶，除了火鸡肉饭的东西，我们大家可以讲一些这本书的内容。我刚刚大概应该都蛮就介意，因为就是这是伫咧咱低卡的冰豆，就是低卡，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爱吃的吧，大家都会加那个团山，一定要的，一定要。哎呀，脚本红对对，哎，真的，我是老师，他中间还有一些。等等，我回一下他公。吴先老师他的应该不是深蹲，是怕被指定在哪里深蹲。对啊，结果回家跟我胜哎，没有套啊！我要否定你的说法。我跟你讲，我才不是怕在哪里深蹲，我是都怕。你在小看我会去啊！我是两个拢惊，我没有说只怕什么，我没有不怕什么的，我什么都怕。那是安尼，那阮兜面线都安尼讲啊，吼！你6月底来找我的时阵，咱就去迄瑞丰夜市深蹲一下，你讲安尼好不好？那是惩罚吗？那我们那个计划，如果我陪你呢，我陪你呢，没有对你来说就不是惩罚，这些空山，这是我日常，对。笑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惩罚。就你们如果游戏如果玩赢了，然后我就去瑞丰夜市深蹲，是这个意思吗？有啦，这个入境随俗，那体验一下朱蒂卡每天的生活吼，多么的。呀，高雄人才不会这样嘞，高雄的怪人才会这样啊！哪有怪？哎，心态健康哎，我们要身体健康，我们要长长久久。身体健康的怪人更让人家头痛了，好吗？身体健康的怪人。我跟你讲，
我明仔载要去重训，我从我教练讲我是身体健康的怪人，我看教练安怎讲，好好笑，身体健康的怪人。伊会认同我的讲法。一个马普上是伊是不是一直咧等阮甲伊讲中道平安大餐？拍摄，马普爸爸你来啊！报一个爱心。拍摄，拢是因为深蹲海的，我无看到你拍摄啦。下次都是因为深蹲海，下次别做了。不，还下次还敢，对。不要，还有晴天，伊拉晒，刷的来，到平安大探钱，跟到平安大探钱刷的来是吴贤，地瓜老师，猪安安，你好，谢谢。食饱未？吃饱未？要跟食吼。跟食。没拢讲黄色甲白色，你讲米蛋，我还以为你在说梅弄还有一个小知识，你看知影台湾其实无哈密瓜。台湾的就是农业部进前，因就出一篇大文，因为抛一篇文，这个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辟谣，但是他们就有讲到这件事情。就迄个日本的梅弄，伊其实是椭圆形的，是正圆，它是有点有淡薄小可长。无正圆是倒位来的正圆？正鱼它叫做洋香瓜，它叫网纹洋香瓜，它的也迄个亲属关系，伊是迄个咱食的迄种香瓜的亲情，就是那种滑滑的香瓜的亲戚。有，伊甲梅弄是两个无同款的物件。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件事，好酷哦！台湾是无梅弄所以我们才会那个日本进口的哈密瓜才会还是这么贵。原来是安尼。可是因为我们有配种，就是我们把那个就是迄个咱一般食到的迄个香瓜，然后去砍到可能就是有一寡梅弄的品种的味，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就是在热带的天气可以种出类似温带水果口感的网纹洋香瓜，所以它叫洋香瓜嘛，就是迄个香瓜的伊的迄个华语叫做香瓜。就是你知道香瓜就滑滑，你有吃过那个吗？有啊，我其实基本上小时候白色绿绿的。对，我小时候细汉时阵无啥敢食，因为迄个味我感觉就是怪怪。不过大汉人，哎呀，大汉人发现够好食呀，就贵呢。为什么？我也觉得它熟了之后会臭臭的。有一些料也，就是它有一个甜甜臭臭的味道，一个哈味，对，可是它不是哈密瓜，我们再辟谣一次，它不是哈密瓜，它不是哈密瓜，它到就是有一个瓜啊的味，它就是有一个瓜，就是如果你没有瓜味，你没有去采它就会有一个臭臭的味道。对，我只是看到梅弄，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对啊，但是梅弄现在我好爱吃哦，对啊，而且也就贵耶。你是说椭圆形的吗？去日本的时阵通好食，但是伊当时我们去的时阵，咱去的时阵，我们两个去的时候好像没有。伊之锅，伊当阵是在讲伊之锅，对，伊之锅就是迄个草莓，它对，就是那个，台湾还有原生种草莓叫做那个气泡，它是那个蛇莓，然后它是进口的，所以不一样吗？我就是拢叫做气泡。你叫它气泡嘛是会使，可是它如果真的要细分，我们今天讲就是今仔日小盖这本册内底就有讲到就这细分的物件，就你若是讲细，我要把它那个就是细分下去的话，伊就就这就是我刚刚有就这就有的所在会当和大家分享，我觉得还不错，好哦，好哦，对。然后我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漏网之面线呢？对，还有那个猫种，嗨贴 ，Hello， 是薄荷你买来呀，刷来零无忧吼，应该拢有拍的就好哟。泽野先生漏网之面线，给我追生者，就是那个是有，突然闻了一下自己，一皮干皮，够追耶，好可爱。不会啊，哈密瓜会很爱闻诶，可是听说小黄瓜的植栽很臭，就是你若是去那个拌小黄瓜，细鬼啊，我小黄瓜很小的是鬼啊泥，应该是鬼啊泥吼，因为气鬼啊应该是另外一种，气鬼啊是较大，对大黄瓜，应该是气鬼啊跟鬼啊泥拢会使讲是小黄瓜，但是
但是大黄瓜就当来当讲伊是刺龟啊。对，因为阮爸爸就爱煮迄刺龟啊，排骨汤诶，有够好食。哦，好食。嘿呀，对，但是迄个听讲狗要你小黄瓜的植株会发出一个很臭的，因为它还是蛮好吃的嘛，就是对于野生动物来讲，伊是一个就 juicy 的迄个啊，所以若是过去的时阵的。听讲迄个啦，小黄瓜农他们不是要一天要采收2次，然后身上就会超臭，大家以为它的汗味超重，就是他们会分泌一个很像汗的味道。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呢，好神奇哦。就是这个有时候会看一些奇怪的农业知识，我也到那个年纪了，以后就会去种田了，以后就会去进产。哦，那靠你了，靠你了。以后过去靠我，你要靠我干嘛？以后过去就是没得吃饭的时候，过去跟你拿免费的菜啊，可以体面挤耶。哦，新老师要过来啊，给他楼下有韩吉吧，我会讲韩吉。我们的会员里就会变成我种的气鬼啊，这样很好笑。是不是？我们的腌萝卜哈，我们直接在3年之后，底下去吹让吴昕老师底下背有无？我都会直接说那个我都会直接说好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它那么好吃哦。谢谢，我下次后摆有个做我个加好你食哦。有人降乐啊，刚下降乐，破西有嘛？欢迎来到迪开宾的刚小你的降乐，开台辛苦啦！刚小你的降乐，开台辛苦啊！就是我头拄仔看到结婚讲，我手头嘛有另外下来小说带大树芽搞回去。哦，这个也很好看，就是迄个大树芽是嘉义那边一带，应该是苗栗那边，应该是台湾中部，嘿，台湾中部的一个客人的新兵大树芽。最近中元节、中元节不是也快要那个了吗？嘿呀，对不搞啊？就是中元节也快要到了，所以呢，就是大士爷他的职责就是把这些鬼带上来，就是好兄弟带来啊，假物件时阵，因就伫后边甲因管安尼，也不要乱跑。是中原公吗？对，他们是中原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同一个职位，但是伊伫咧客人的，伊伫咧客人的系统内底，伊的公法就是安尼，就包括迄个佛教讲的净土公，净土公其实就是迄个道教的新风牙。对啊，你知道他们其实好像会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好多系统哦。嘿啊，蒂恩，欢迎你。刚到底在迪卡冰的波西米亚，谢谢你 ，Hello， 我们家伊拉西，刷得来，我头拄有看到杭吉马桑嘛有来哦，杭吉马桑伊拉西，杭吉马桑伊拉西，平安嘛发财，有我头拄讲有看到，但是伊刚刚有一寡回馈，我刚刚还好像没有回到，应该是刚从冷冻库挖出来去年的肉粽。真的假的啊？你讲，我妈妈是有这个习惯诶，就真的好像还有一些人真的就会觉得，就是阿姨演呢，就是阿姨那辈的，他们真的会觉得就是那些物件蛋去冷冻，然后它就不会坏，就是那个冷冻库是时间暂停机器。对，而且我跟你讲，我妈妈是安尼。系啊，那是肉粽，我即马冰箱啊，我顶礼拜咧清冰箱的时阵，看到啥？你刚才三档静静的，迄啥物月饼是啥物？现在蛋黄酥，3年前的，怎么会冰在那边？好可怕！我跟你讲，现在迪卡也来到这会诞生在这个世界，因为有一盖我在我阿嬷的冰箱，然后挖到超过7年的迪卡，真的不骗你，真正是就是甲我迄个国校的时阵，伫咧清迄个冰箱，我一挖，我靠，跟我同年呢。那个迄个迪卡，我刚才叫伊阿纪呢，所以他现在才在这里。你都忘记自己的身世哦。安尼好，谢谢啦。哎呦，我跟你兄妹呢，韩吉兄妹你好。我到底要讲什么？韩吉兄妹，我怎么会有比我还要大的猪脚啊？对啦，我的天啊！你今年3岁安尼吼。对，我给他8岁，我之前就叫讲。
对我甲别人讲我背回来，我 Discord 会考着。嘿啊，你考着就无啊。伊一开始就是你刚开始吹着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有不懈的毅力找到我，我觉得很好笑。没有错。万一当时就这样，我那个时候才觉得，我不要再跟任何人好了，我不要再对任何 Discord 用户，然后交出我的信任了。结果我就突然来密你啊，你刚行不行，老师？我那时候算了，就不要跟这只猪计较。就怎么啊？哎，对，没有看到什么朋友就交吧，我也无所谓了，反正这只是一个身份而已。就开始变成佛学的部分，对，如此佛系，对，如此。哎，冠宇你好，高炸哦，冠宇老炸 ，Hello， 还有OK， 我看不丢啊，因为我现在在这边看我会看到你们的那个 ID 就是变成英文字母的那一串。哦，对，没有关系，能认就认吧。猪猪的点心很适合放冷冻，不是？但先生，我记得你也才刚来不久哦，你慢呢。不洗你的单纯，保持你的单纯可以吗？对，我邓先生已经黑掉了，怎么办？你好歹讨好我们多几个月吗？再装一下嘛，不是对不对？有今天讲几波，还是要跟大家讲上互补时间一个来，就是跟大家讲吼。以上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由咱的文化部基建林文书赞助，今晚有一个活动，对，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啦。我们那个活动呢，就是呢，若是讲你即马加入咱的一个月150块以上，150块300，还佫有3000外块拢会使，你就会使得到逐个月迄叫啥？逐个月文化部甲迪卡合作的周边好嘞，是啦，然后猪组员以上的都可以哦。对，没错。好啦，我讲几部，咱讲破点钟，钟圣爱来讲到，好笑。我们总算要来讲到这本书了。你现在一定没发现我在画面做什么东西？你一点都我有看到啊，可是我离得很远啊，还可以的。哦，好，那先放你身上来哟。除了除了走开啦！除了咱5月公配以外，咱6月礼物生做安尼，互大家看一下。对，贴纸，对，我要给那个伊藤还是会帮大家做。我还是要跟大家特别告知一下哈，有几个人哈，有加入会员的，你们一定要记得去收件好吗？或者是你们如果说要改地址的话，也要记得跟我们说，因为有些人呢，就是伊藤他寄出来，隔天就退到他那边去，然后伊藤就会暗自哭泣，因为他在收到一定咧就是中心要寄恁的物件的时阵，他就会出去对他的大乐透，然后他就会发现他自己又没有中。等一下，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一段？等一下，他那个造谣100%我最近就是跟伊藤就是开讲的时阵，然后我就跟伊讲我跟你讲，这个月我的星座，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我不是迷信的人，我跟你讲，真正我们天蝎座是不迷信的，就是我们是这样，我是因为这个月我的作品爱上架。他们就来问问看，我想说，还看我的星座运势，哇，我的星座运势超级烂，就是大概，你现在我就讲去贴下白量，我就想讲是不是在自己的星座是不是都是就弄哎？结果我就听，哇靠，超烂，好的不行，就只有天蝎座很烂。然后呢，我就想讲。然后我就拄好就是跟伊藤伫咧对相片，然后就跟他讲完蛋了，我真是我感觉会死在这个6月。然后伊就跟我讲没有啦，又讲什么他就说我朋友也说啊，就是他说他之前有去算过，好不好？他说他的正财运也不怎么样，他的偏财运很好，这样伊就讲对，所以伊最近都会被大乐透，然后我说真的，如果你中的话，那你们公司要不要聘请我？他说好啊，那我就帮你买那个 A 码床垫，所以我现在都会督促他去买大乐透。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又没有中，一定会跟我讲够不丢啊呢？对所以你们就是不要让他一直出去买啊，买了之后不中他就很伤心哦。所以你们这人一定要按时去取货，大家知道吗？有啦，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而且邮局有时候什么来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有时候这个就比较辛苦的地方，安尼我嘛知，嘿呀，所以基本上可以填一个一定可以收到的地方，对，比如说
比如说最近邮政信箱也不错啊。如果没有邮政信箱的话，可以填我家的地址，然后把所有的奖品都寄到我这边来。等一下，他们真的会填哦。等一下，你把我给扣。没有啦，工程球。好啦，你像问到的总裁跟那连小伟啊，猪猪我不会填单啊，我也不会填单。那么要是不会填单，又或者没时间填单的话，猪猪你跟我下面红话。有啥物方法来专报告好啊！你就是吼上贵的迄个嘿，说迄个三千里嘿，安尼买落去吼，我就帮你填写一个表单，安尼讲好不好？好，全部我写都给我写，好不好？我们高阶会员的福利，朱迪卡帮您填单，我们就解决了这件事情了。可爱的高阶会员宝宝们，是基本上我们高阶会员就是加迄个阮的团扇一起。这会出来，我会一起出来。是的，对，没错。所以为什么胡说八道跟我们说各位8岁安安？所以你今晚是没有啊？朱蒂卡是3岁，你要呛他，你呛错了，你一定不是在说我8岁那件事情。嘿，伊就是在讲你背回迄件代志，规人都无伊迄件代志。想到我今晚低卡的冰豆，我也有我自己的冤家了，是不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仇家了。就是背回迄件代志。这些仇家不是应该都是你的吗？什么意思？怎么会呢？怎么会？我知道这种东西是时运是会循环的，你知道吗？来吃香菜。什么意思？不要，走开。好啦，新秀丽嘛来啊！好假的物件啦。对呀，新秀丽你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就是这本台币漂配，就是台币漂配。我刚大概最近书评这个代志就请的嘛，对不对？就是多米多罗咧走，对，就有名的啊。但是我们不是要蹭流量吼，我们是这个书评呢，这个台语测评这个代志呢，我一开始就有想要做啊，然后就想讲先教完了后，我们再选一些就是内底有写台语，还是讲专台语的几寡创作，就是台语伫咧这本册内底看起来是有足着啊角色的啊，我就会选来看。就那是啊，我知影讲一寡工具册啊，还是讲较困难的一寡小说，我觉得大家应该目前我觉得太困难，我也怕大家睡着哈，所以我们就选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配伦公就是这本台币漂配，它里面就是在讲吃的东西，而且你有在看到，对，而且我刚刚做趣味的物件是，我嘛是开始咧学台湾学的时阵，就是我是开始学台湾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台湾其实有就是各位所在，就是各人的家乡。大家都有这些比较特别，然后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讲的一些食物，就他们怎样谈出，但是他们怎样，我住的所在新北市港有，我其实好像忘记新北市有没有，但是高雄就是有迄个嘛，你叫这什么虾米？那些珍贵哦，就是你们不是有那个粿吗？早餐的那一种哦，你讲肉粿哟，迄不是冰哦，肉粿，迄不是屏东吗？那个是屏东比较有名的肉粿。屏东真的假的？就你知道吗？我对这个代志，对我一开始也未学台语的时阵，淑萍是谁？什么淑萍？他说淑萍，淑萍是对，淑萍是你未来的老婆，是你将来的不？胡说八道先生乱讲话。哇，你真的是胡说八道对啊，你竟然是欧北公会，对啊，这是欧北公会的，你竟然是什么？你是看到阮观众了，叫做欧北公会，我当然嘛是在欧北公会拍一个招呼。你真的是很会胡说八道我真的笑死。是不是用魔法打败魔法？谢谢。我刚喝酒，没有啦，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伫咧学台语正经，就是我细汉时阵刚想食的飞鼠跟野兔，我刚刚应该省啊，我觉得算啊，还有那个什么吉拿夫吗？就是迄个阿美族绑架吉拿夫，就是因的肉粽啊。他们就是也是包小米跟饭。吉拿棒，对不起，我有点吉拿。你可以查一下，吉拿夫就是类似竹筒饭哦，
原来是叫做吉拿夫，我就要食迄原住民的竹筒饭诶，常常去迄原住民部落的时阵，我拢会买。哎呀，公公你好，可爱的形态吗？哦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迪卡丁的，祝你平安，你好，你好，结婚讲台南也是高雄嘛，有白肉粿，有道我我想加迄个新观众讲，头拄仔袂记你讲，我们今天会是就是有一些台语的台语台，台语 Podcast， 对，而且你得蒙听好不好？我们很需要你的驻足这样，驻足是什么东西？驻足。讲一些很白痴的话，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恭维这些观众了，有点懒。现在突然有一个新的观众来，要维持形象还真是不容易。你有在维持形象吗？有这件事情吗？刚我记得太紧，你唱球播了呢？对，就是我头一届知影肉粿这个物件，我好像也是因为迄个伫咧高雄的时阵我看到的，真的是在高雄才知道。你是咧高雄的市场内底看到哟？对，市场内底有肉粿，这个物件伫咧台北是完全无的，对，台北就不会有。对，咱高雄其实嘛是有咧卖这肉粿，市场内底是足济啦。对，啊，毋过你若其他的物件是敢若高雄有的无？单汉堡无啊，嘉义嘛有。对啊，单好够啥？伫咧台南嘛有，单嘛有啊。有那参像迄个嘉义就有足济啊，会鸡肉饭啊，还有迄个说卤熟啊、卤熟肉之类的那种，好像就只有那边有的东西。所以我家己对，所以我的朋友常常就伫咧讲啊，迪卡你高雄人咧推荐一个咧高雄有啥货独一无二的物件。大寿饭，我就想讲我到底要推荐啥货？我安尼想到想无呢，伫咧高雄。小喵喵讲无。嘉义无丹丹哦，嘉义无丹丹啊，丹丹，我记是嘉义嘛有丹丹呢，无吗？我是看了这本册了啊，我真的很喜欢嘉义，就是我最近就想要了解嘉义。嘉义嘛是为我一个无去超过2天的所在。我最推荐呢，嘉义一定爱去哦，而且会当去找丁爷食迄烧肉，对啊，小喵竟然知道嘉义无丹丹，真正是安尼哦。空空嘛是讲除了是真想袂到别项，系啊，有啦，我记得有一个，就恁刚刚有一个就有名的是迄个，可是也不是，它其实到处都有，但是我拄到的高雄人，大概拢就介意伫咧透早的时阵食两饼，就是蛋饼。哈，蛋饼不是八百步嘛有啊？我想到啊，锅烧意面，但是咱台南嘛有吼。你是伊若是为这个所在传到其他的所在，因就是参像你安尼讲火鸡肉饭，今日讲到其他的就是第一种因伫咧讲的是安怎有这本册火鸡肉饭，其实迄个台北嘛有啊。伊安尼讲7-11对的，火鸡肉饭风味饭团，对啊。所以若是安尼讲这个什么锅烧面有无？透早的讲锅烧面这个习惯应该是真，应该算。因为我早上吃锅烧意面这件事情，对于北部的大学同学他们很震惊。迄当阵的讲，那有可能这款物件当作是早顿在讲。我讲加些啦，我就要讲迄鸡丝面。对，吴贤老师刚刚在鸡丝面。我知影，我也很喜欢吃，我自细汉就介意伫透早的时阵食面，但是我是应该是我伫咧有啦，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家是开那种西式早餐店哦。你哪是在讲北部的特色？我觉得就是那种美而美早餐吧。就是美而美早餐好像，但是伊嘛不是特别好吃的物件，它也不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到处都有嘛。对，所以这个什么瑞林美而美是北部来的，安尼吗？我记得好像是东方美，以前好像是东方美开始啊。金架西，我好像记得就是全台第一间早午餐店是在那个伊伫咧迄个嘛是莱欧呀，莱欧呀。伊早搁有一个啦，但是今嘛台北人嘛无咧食，有一个冰淇淋的档。
伊有拐过几张嘛，伊拐几张嘛，迄个几张嘛，刚开始几啊十档，它就是好像是一关就关了10几年，然后最近又开起来，叫做双盛冰淇淋。嘿，它是双盛双淇淋，他们就是卖那个，伊就是卖迄种什么香蕉船啊，那种甜到不行的，就是迄种冰淇淋。就低啊呢，圣代啊，那种很大一个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知影这个物件，就是进前加一个最重要历史人物咧，因查某囝伫咧开讲，伊就甲伊讲，因爸爸细汉时阵就会带因，那因为因兜的家境袂歹，就他们家算是小康家庭嘛，然后他们就是有特别的。那个特别的迄个节日的时阵，就会去吃双盛冰淇淋。双盛冰淇淋。对，那是台北，它其实是台北，它不是因为是新北市。以前你安尼讲嘛，无啥准确，因为以前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是同一个所在。它是连在一起这样子。小喵喵讲，小咪早餐店有锅烧系列，北部找不到，北部。就刚刚我那个味道很像巧拼的那个铁板面吧，就是那个塑胶味很重的铁板面这样子。我马上刚改，我今天拍谁讲？它就不是，对啊，它不是，一点不是那个欧胡椒的味啊，我觉得它不是那个黑胡椒的味道。所以对，是的确啦，因为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北部朋友都很惊讶，说我们南部人居然可以把锅烧面当成早餐。可是我一直就是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伫咧台南咧锅烧面嘛是最有名诶。啊，到底这个将这个锅烧面当最早顿的这个习惯，到底是自台南来的，还是自高雄来的？我讲应该是，以早台湾人因透早的时阵就会食白米白饭啊，就是以早就是有，颠倒是迄种西方的迄种，早顿，应该是美国后边就美元时期的时候才过来的，因为迄当时家有足侪米粉的嘛，对，包括讲咱今仔日讲的火鸡肉饭嘛是迄个时阵哦，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这本册现在会出现，因为我头前开始看迄个地顺聪老师的自序的时阵，伊就有讲到，他就是讲到，伊就刚刚头几篇伊就讲，因为我嘛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借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那个啦，所以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我们看2个礼拜，你们把内底的所有的工作的假密。讲出来，所以今天就讲会给爸爸，因为也顺聪老师，你可以帮我看下一页吗？然后所以是台语人，对，伊就是你就会定定，就是讲你是关注台语的，一个口奏，你会定定看到伊出现，他就是一个台语多比。对。你讲家己是火脆阿伯，够火脆。火脆阿伯是我改封的，因为他有一次就是突然会出现，这样，就大概会使去看嘛。阿姨的迄个。他的那个头贴就是迄个这本册叫台美漂配，安尼，是伫个家己看面乡的人，对，以早伊其实嘛不是写台语的，伊是开始写迄个新诗，就那种现代诗，对，还有销售出来，以早是做编辑的，安尼，我刚刚一开始这本册，今天老师来呀！老师来到你看表到你真正来啊！不下去了，大家去买水耶！真正是老师啦！老师等下来，我等下给他洗。我今天要好好说了，是，我就要好好讲，但是我今晚先跟老师讲，好不好？先跟老师讲，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咱袂甲所有的迄个册内底的内容，等下嘛不会放伫咧咱的开讲室内底，可是我们就会聊一下，就是咱家己家乡内底甲有一寡小寡甲台语有相关的物件，对啊，竟然老师来啊！我讲生活不一概，就是咱这个作品，还有这个频道即摆的一系列内容，甲台语有关系是受到文化部爸爸的支持耶！是啦，文化部爸爸，你要重新听一次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因为老师来啦。对，因为老师来啊，对，火柴阿伯是我互你的，因为你我唔知影，
你应该即摆知影我的喙是倒一个啊？对，我头拄仔发喙的是我本人对。不过我想讲，老师看起来就少年的，那有可能是阿伯啊？这张相片看起来就是少年家对啊，嘞。嘛是会当讲，嘛是会当讲阿姐。其实我嘛是感觉讲，应该是迄个歹势，我竟然直接叫人阿伯啊！即摆老师讲，老师哥来，快点你叫阿伯。对，而且老师吼，伊唔拿火炊哦，个火网哦，够厉害。对。对啊，一开始就是伫咧做台语相关的海信的时阵嘛，有受到老师就这个帮助。对啊，最近就是大家伫咧看立会相识，啊，还有迄个台湾漫游录。有虽然讲我们的就购米刷，就我们的频道观众应该很少人知道台湾漫游录啦，然后就小瓜改，就小瓜大概小改一个，伊嘛是一个，它其实是百合，基本上大概就介看 G 楼的物件，但是伊嘛是用加密去连接规个故事，但是伊个故事就更较比咱今仔日爱小改一本，就是台语漂配，更较复杂，但是伊是咧讲台中，他们是在讲台中的食物。就咧就甲我以前伫咧成长的环境较有关系。现在咱就今嘛伫咧食肉粽的时阵，我们家就会分成两派啊，因为我妈妈，我老母遐伊就是纯正的，她就纯正的北部人，是台北人，对，所以伊咧食，虽然讲伊食南部粽，他也觉得那个3地油饭很难吃，对，而且伊会加迄个，伊是加迄个甜辣酱，你是加倒一个？我想要问，你是加啥？你讲阮兜哦，对，其实老师讲阮兜拢无咧加呢，阮讲哦，土豆粉就安尼就有啊，安尼就啊，阮兜无咧加，哎呀，因为想讲足强诶，细汉时阵是最爱食迄啥物甜辣酱，也是美美辣酱有无？你敢知？美美辣酱是什么东西？美美辣酱，等等，老师你刚才，你吹豆，我没有听过真的啊，我们顺聪老师我你有听过，就是美美辣酱是阮妈妈啦，就爱食迄款的辣椒，伊足强的哦，毋过伊气味嘛袂歹呢。你们自己打美美辣酱，很古早时代的哦，可是现在还是买得到啊。可是他为什么会在古早的迄个时代叫做美美听起来超像，就是有点无名小站的时期啊！我跟你讲，伊唔拿无名，对，他不止无名小站那个时代，他已经跨越那个时代了，已经超越了。来，我找给大家，等一下，有啦，那个头多肉粽有人讲起来啊，中部的东泉啊，我有知影讲有其他的所在是加土豆腐。50岁了，也是说老师50岁看不出来，因为我有看过你本人，我之前有听过你的迄个，我有听过你的工作，完全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呢，老师你谁看有够少年呢？老师不清楚，下面阿伯，我叫不落去，不，那我可能是阿伯嘞，不，这应该看是少年家，很年轻哎，很年轻的前辈，我的天哪！有就是这样，美美辣酱，你没看过吧？这。我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啊，是什么？这个我们南部的牛排店都会放BB 酱，我连爸爸叫伊 BB 酱，叫做 BB 酱，拍谁？我弄叫BB 美美辣，BB 美美辣酱。我讲 BB 美美听起来就笑路下面是 fancy 的物件啊！我是台中人，我甲迄个阮爸的口味较像，啊，我们两个都是，对，我有一届，我就跟阮爸爸讲，我很喜欢吃东泉的，就是阮兜可能无迄个东泉。东泉，其实阮阿嬷因兜嘛无，阮阿嬷因兜伊伫咧永靖哦，毋过阮兜无咧食东泉嘞，系啊，所以东泉我其实很陌生，那是啥物气味我嘛毋知影。阮兜拢食 BB 美美辣酱，我讲伊是无介甜的甜辣酱，个一个甜辣酱内底迄个糖放较少咧，然后个去煮啊，浓缩，伊的水分无去啊，伊就会味就足重诶。我感觉伊较好食，但是我就牛排条内底佫有迄个。
欧式的酒，我不记得叫做啥，就那个叫做什么酱有啊，有什么梅林酱的，梅林酱，对，我拢知呢，因为我就要去看迄牛排店有啥物会当运呢。有啊 ，BB 量起来就是 BB 的台语，真的对 BB， 对呢，哈密瓜先生，你突破盲场啊，不是都突破盲？对，郑老师有看过吼，就是牛排店其实在南部很多啦。对，我们知影是 bubble 港有安尼，什么 BB 美美辣酱，什么什么梅林酱吼，梅林酱加迄个 BB 美美辣酱吼，拢有啦吼，对，啊个老师头拄仔讲。就头拄仔无来的时阵，我嘛有一寡米线哦。我那迄个卖酱，我们不叫他们粉丝，他们叫米线，因为迪卡就是，对，伊叫迪卡，下卡这个是叫做迪卡，伊的粉丝就叫做米线，安尼。今仔日要请大家吼，搞笑团体，搞笑团体，对，对。而且我的头壳顶啊，今仔日就是，哎呀，讲相声呢，他们在讲。对他们讲相声的，不是啦，我要是讲相声的话，我可能就是今天不用在这边了。而且我今天头上哦，真的就是迪卡米莎，迪我头壳顶哦，陪伴我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光。嘿啊，阮阿嬷因兜伫咧永靖啊，吼，毋过我是大汉的时阵才知影讲东泉伫咧中部就有名诶，毋过我真正细汉时阵拢无食过，阮兜无咧食东泉，拢食米米美美辣酱对。你讲人家摆迄个物件是人伫咧火鸡肉饭顶悬，也是肉粽，啥物件？无我看到迄个地老师讲，嘉义真侪人伫咧人迄个鸡排，嘿，人鸡排是倒一个物件？因为阮头拄仔讲，足侪物件是好食的物件。啊，人鸡排是应该是啥物款的排煮哦？查看嘛呀？对，我不知道，好多酱哦。台湾，对啊，台湾人，无应该是真侪人啥物物件，可是鸡排应该是一个酒，唔知。永靖 ，Hello， 对，今仔日刚刚足侪其他的新观众，嘿呀，小改一个，对，我们知道大家刚知道 VTuber， 可是我们就是台湾比较是无谁家的，是其他人家谁家的，对，我是 VTuber 啊呢，我不是 VTuber 啦，对，我是你是韩籍，突然出现身份认同了，我为什么在这边？对啊，我现在知道叠加，没错。好，总之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过来找猪猪，然后没想到哇，真的把我们作者本人，我们邓诗说老师，好直接吸引过来了，真的非常开心。然后以前呢，我刚刚你讲，你先讲，以前我他说的，我们现在常打架是不是？因为老师来啊，就紧张诶。无啦，我想要拍一个小好啦，苦少啊，歹势，我头拄就有看到你啊，拍一个小好诶。Hello， 各乡牛排，各个人伫咧顶馆咧演出，好酷哦！那是老牛排馆吗？还是迄个？对，我最爱去迄个老牛排馆诶，哪里牛排好食啊？毋过真正有遐啥物民歌诶，这是时代感觉有无？哦，就怀念诶，真的。鸡排辣椒酱有这种东西，我真正就是我是看册了后，就是学台语，还有看陈水松老师的册了后，我才开始对台湾的食物有更较有路的熟悉。我真的是我有查到呢，主持人节哦，这真正是鸡排，真的是鸡的排诶。谁知道下面款？等你哦，你放下来给大家看。可以，我现在放，等我一下。好神奇哦！对，老师，你讲的是这款哦，是这个吗？我没看过。它这样会让我想到黑鸡排鸡丝面的那个 mark。黑鸡排鸡丝面，以前爸爸很爱吃这个黑鸡排鸡丝面的那个鸡好像哦。所以这是。嘉义新产的，对，那产出是台北有金兰酱、金兰油糕。我的天呢！原来是这个东西。真正是给标啦，给标，所以真的是这一排，是好神奇哦！真的谢谢小喵喵，小喵喵知道我跟大家讲，对，我跟大家讲，我真正刚刚就是现在在学台语，就是
就是这个物件最重要的，对我家做一个都市囡仔，对我就讲我是伫新北市大汉的，就是在新北市长大，真的会有很多东西唔知样。但是我刚刚一开始决定爱你替我就是翻下一页。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的话题，现在就是想要选这本册，就是有一个大标，真的吸引到我，叫做“会给爸爸不出家己这个代志”，就是好像我们也都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若是伫咧阮家己的家乡。食一个我感觉就好食，会当代表这个城市的物件的时阵，你去外口食，我感觉减一味。我家做一个台中人，可是我又不是，我是台中的客家人，就是伫咧东势遐，我们是我是东势人，就当县。伊遐其实嘛，大家应该不太知道有一个物件叫做三角板，就是三角板。然后其实大家比较常就在地人。嗲讲为叫做沙嘎一样，它就是三角汤圆，但其实它吃起来比较像水晶饺。嘿，我知道，就好吃哎。你有吃过？嘿，我吃过。对。但我就觉得在其他地方吃，好像真的也不是那个味道。我们在家就是你刚有这个，你有这个经验吗？你有来过台吧？对。你好像乌萨奇啊！乌拉呀！不是啦，今仔日不是讲这字口啊，有啦，我想要讲的是，我就爱食单薄的锅烧面嘛，他都有讲过。有一天我就去台北无营了后，然后我就顺势就是随便找了一间，很像有点类似那种早午餐店，嘿呀，可以看起来嘛。感觉像老店那种，我想说阿伯的假块买呀，有老大应该看起来加红心的，应该是不会踩雷啦，是安尼，可以当作安尼想有无？系啊，米来的时阵，我就刚刚这 keep 的怪怪啊，就觉得我先喝一口汤，然后就觉得不太对，然后整体吃起来是不算难吃，可是就像你讲的，不是家乡的味道，对。就是我头拄啊，就我现在会想要继续看落去的时阵，就是这第一章，就我们就讲第一章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大家要自己去看。然后我就想讲，这几点就重要，为什么？就是第一章嘛，自细汉的时阵，对，这是内底就台北漂片，没有，不是我们的 PPT 第一章，我是讲这部册第一章。请回到第一章，请回到 VCR。我们那今仔日的迄个，我们今天大家都这样，那两个人是无困饱，是吧？对，真正是无困饱。一开始台记的时候说，我好累哦，你昨几点困，早一点困，哈哈，我昨半没人点困，哈哈哈，都在比碗的这样子。对。我给他做个工课较济啦，但是我还撑得住，好不好 ？OK。我就刚刚这就重要，有人嘛讲迄个 Romas，Romas 是咱的新观众还是 ？Romas， 伊是新观众对不？我看一个哦，我睇到讲迄个 Romas 有来过，有来过，有来过。有餐酒伫咧高雄，他卡尔加欧伦片。你们是不是叫大轮啊？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大扁吗？我不知道，我之前就是伫咧迄个。甘肃街的迄个大内底有点过，他们是写台南大人的，是那个吗？黑轮片是什么？啊，我都叫欧伦片呢，就是欧伦。小喵喵，中岛平安，拜拜。去困中岛，好去睡觉，我要斯密纳塞，拜拜。黑轮片哦，你们叫黑轮片？哦，我们的讲欧伦片啊，我无食过。黑轮片，而且黑加迄个锅底，黑加鸡人的迄种，那种吉古拉那种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跟你讲，吉古拉是有点像是竹轮，就是我知道，嘿，对，Olympic 的谁最安内等我一个，我吹好你。所以大概恁大的所在1.5嘛，我真不知道新北市有什么对我今晚也是唔知啊，但是我刚刚这个我伫咧这个。所在第一部团线有就这。等下，唔过奥林匹伫咧北部真正无吗？奥林匹呢？刚真正无，第一部北部吗？刚真正无，刚真正我不知道，就是我，你爱和我看相片，你相片爱来我才知影。来，
这个就没叫做遐尼大欧连片，没有这么大的啊。所以 Hello， double 水灵宝吗？贝，有没就是吧我们南部这边还有吗蛮普遍的，对对对，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要炸成咸酥鸡，我们会把它切成条状下去炸，是这样子一个料理手法，对，有啊，就亲像这种物件，但是伊是要安怎做出来？就我感觉这甲演有就大的关系。就我伫咧看电视聪老师咧讲，火鸡肉饭现在伫咧台北食的时阵，他就觉得有一个鸡很味，就是会有一个对，就是鸡骚味，然后那个迄个气味就无讲，内底的气味。就我刚大家讲，就是漂皮甲气味啊，伊嘛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就是这就是台语属于的所在。就是咱伫咧讲气味的时阵，他不是真的在讲味道，而是吃那个氛围。而且安尼用烘的，所以中南部遐真正是就是食蚵仔的时阵是用烘的。我是欧连片啊，用煎的用烘的拢会使安尼。对，我细汉的时阵就伫咧家人。带一张嘛，我带过几张嘛，然后伊就是煮汤，对，它就是煮汤用的，可是它因就是它细卡，因就叫做甜不辣嘛，就是比较小啊，对，家人的迄个甜不辣嘛，火锅料嘛就有名的，就他们火锅料也超级有名的，对啊。然后我刚刚你先讲，我是想要讲你讲家人的火锅料，我突然想到蛋肠就基隆真的对耶，很好吃，我就不记起。但是伊小瓜煮，它煮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一定会无去。你若是煮伤久，伊就会规个无去，真正是规个无去。就是要快点捞起来。对，因为家人的人，但是我感觉这新北市所有的人，家人不是新北市，有就是做伙讲，会颠倒就是我感觉北部的人拢会讲家己的火锅就好食的。但是我感觉家人的火锅是因为伊的火锅料，因为有足侪鱼酱，所以他们的那个火锅料吃起来就很新鲜，就因就就青的我大概去煮火锅的时阵，因就会附那个蛋肠嘛。那我其实不太知道它的台语叫什么名字。蛋肠不知道，其实我也没听过。我自细汉，我感觉这就是语言无去的迄个，因为你若是伫咧遐食，你真正会有迄个气氛，而且就是你若是去外口，这嘛是后壁我伫咧看到陈淑忠老师咧写火鸡肉饭，伊要安怎做。伊是用台语，会使看后一页。我感觉这就好，就是这就适合跟大家分享我还蛮喜欢的。我为什么先讲那个为什么先讲那个？你要讲这个吗？没关系，好，可以先讲啦。好，先讲鸡吗？我嘛有嘉义人的朋友，我有一个画图，伊嘛是一个画漫画，我是画漫画嘛，然后他也是画漫画，伊嘛是伫咧 CC 有连载的一个作家，然后呢，伊就突然向甲我讲，你敢知影火鸡肉饭的火鸡其实是美国人炸过来，可是其实我后来去查，因为我后来去查。就伫日本时期的时阵，台湾人已经有种，因不是种火鸡，是饲火鸡，他们就已经有在那个。他们就有在种火鸡了，对，但是以前嘛无食到遐济，是安怎就是台湾的火鸡会愈来愈济，是因为就是我们台湾有一段时间是美援时期嘛，美援时期的时候，就足侪外国人，然后他们因为就是因着就重视伫咧圣诞节、耶稣坡斗节的时阵，你知道圣诞节的台语叫耶稣坡斗节？有人说耶稣坡斗节跟没有，我有一次听到我有一个朋友这样讲，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然后我就是跟着用，觉得很好笑，很好笑耶稣坡斗节，耶稣不是耶稣圣诞节金龟坡斗节是万圣节，金龟。对，我就觉得哇，好赞哦！够学，我把它拿过来用，很有趣。亚洲圣诞节就是圣诞节跟感恩节的时候，因会食火鸡。对，无一般来讲，伫日本时期的时阵，它火鸡是军粮啊。对，他不太就是台湾人无啥咧食真正咧食是因为他们美国人带太多火鸡来了，所以刚刚就好笑，伊就是留伫咧遐嘛，家人讲无摕来煮饭好啊，
火鸡肉饭就伫迄段时阵就横空出世。哦，原来是安尼哦，对，原来有这个历史，这是小小的历史。好神奇。那底下我迄东西叠尾棒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跟我讲这个，我想说好吧，那就将就听吧。哦，奇怪的知识增加了。然后就由此可知，你知道吗？一个架杠的嘉义人心中，在那个就是画到已经意识全无的时候，心中唯一还有的就是火鸡肉。而且画到半暝，就画到半暝12点，伊就雄雄跟我讲啊，你知道火鸡肉饭是来了。我讲唔知呀，他就开始讲我们那个嘉义这边啊，我嘉义遐就是有一寡美国人就给他炸来啊，大家就开始加入，就想讲好赞。安尼，我现在的情绪一直留在你刚刚那进灰给，有戳到我笑点。好了啦，好，对不起。你刚才那个人就是我觉得可以啊，你可以继续笑，我只是做效果而已。你刚才就是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我们开始就赶快画图嘛。你刚才第二天讲啥？你第二天讲卤肉吧。他在讲说，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卤肉吧吗？卤肉吧，卤肉吧是啥？我说卤肉吧是什么东西啊？卤肉吧就咖喱欧北菜就行哎，然后什么？我跟你讲，可是我们是吃人的，然后我们都在下酒菜。我说哦好哦，等一下，不对，这个不太对。就伊大概就是伫咧就跳没时阵，他就会开始讲食物，然后替自己加油打气。我觉得那个不是讲食物的问题了，我觉得有点好哦，怪怪的。然后就是反正，但是我就该开讲的，我就觉得蛮好笑啊。后边就是一开始伫咧准时困的时阵，他开始没有赶稿压力的时候，我叫伊起来陪我开讲，超级好笑。就是我的公司就是11就已经一直留到11点，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一些嘉义的那个会再有一些嘉义美食的小知识会掉出来。我跟他喝酒，刚喝剩的啦，真的很有趣哎。对啊，对，英语的 sparring 就是台语的选择超级澎湃，小菜物配茶配酒，对啊，欧北菜卤肉吧豆干咯，最近嘛看到，对，就是，南部欧北菜叫做卤肉吧，真的吗？是中南部的关系吗？但是我刚刚欧北菜刚刚个卡无啥共款的，我觉得黑白切。我是头一摆听到卤肉吧，应该是我住伫咧南部的关系，所以北部常常安尼讲啦，没有啊，我们也是讲欧北菜啊。那我刚刚迄东西，就我头一个听到的时阵，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迄个困无饱的朋友，伊就甲我讲卤肉吧，伊就甲我讲，哦，你下次来，就因为迄当时嘉义有皮革面的活动嘛，然后我们知影当时我就甲伊讲，我可能会去嘉义，但是后来就收无用啊，我的时阵收无用啊，我就没有去，但是就。你就跟我讲，来我就会使带你去吃卤肉吧，还有鸡肉饭。我跟你讲，鸡肉饭都一间上好吃，开始给自己打气耶，我觉得很好笑。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朋友讲话有点可怕，怪恐怖的，你知道吗？喜欢做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会切你的肉吗？卤肉吧，刚刚洗低吧，而且啥？对，哦，就是我觉得他讲话的感觉蛮阴森的，那刚刚就恐怖，因为伊是为我讲分享者，伊是为欧北版，伊是为恐怖版，他是画同版哦。是多一个作者，我介绍一个，我熟悉一个，这人怪怪。我会在7月的时阵看 CCC 实在。好，伊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人啊。伊是一个恐怖的好人，只是有淡薄怪怪呢。伊哪是怪怪，是最恐怖的。我跟你讲。我刚刚想呢，人伫画放假，伫连载的时阵，嘛是怪怪，好不好？我也觉得我没有正常到哪里去，所以我有当时看到别人做一寡足奇怪，我想无的一寡行动的时阵，我就会
就真的就是反省诶！想讲我是什么款的人？我这种人现在会去引到这怪的人，我应该也没有正常的人。好吧，我无法反驳，毕竟我之前也做了就是10年的赶稿社畜。我了解，我可以了解。没有啊，你在深蹲的时候，我也在反省啊。你在那个航楼来的，深蹲的时候，我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开始就在那个角落啜泣。我的朋友到底怎么了？好难过。原来你不是反省，你把我当路人吧？我以为你自己良心发现了，怎么可以这样对朋友？原来你不是反省，你刚刚把我当路人。谢谢我兄弟啊，并没有。好了，谢谢你的爱，把我当成路人背叛啊！拍谁，我要盗账号。对啊，但是会使看后期啊，我刚刚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是伫咧在春花老师在做，鸡肉饭的，应该是写作的资料的整理的时阵，伊就内底有一寡物，伊伫咧秩序内底。伊就有写着，就是内底若是有台语，伊就会附台语拼音，啊，还有迄个一寡粗体字。我感觉这本册上好看、上趣味的所在就是这寡物件，就是你伫咧去找寻、敲找一个食面的历史的时阵，你会发现其实是这寡，不论是你伫咧煮食的迄个手法，譬如讲，我觉得有几个就。故事伫咧册吧，就是柳吧，不是柳，我头拄看唔对啊，是柳吧，柳吧，柳吧，它就是片肉，好像就是就是切火鸡肉的那个啊，那是在柳吧，那是讲对，那是讲你伫咧台北开迄个开火鸡肉饭，你不一定知影这个物件，所以有些人搞不好就是用自动绞肉机，就把它切一切。对。但是我感觉这个物件可能就是无论是你食物件的手法，还有头拄有讲到的气味就是氛围啊。我们之前在丢比那一张专辑里面也有用到气味啊。对，就是氛围。就加阮本地伫咧家乡内底食的物件，现在主要伫咧外口就刚刚无好食。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对，老实讲，语言就是我们的台语可以很快的去传达，比如说，我只是假设一个世界，就是台北人起码台语的顶多，嘛是。就是也是有一个程度是我们在分享这个知识，还有就你爱开一个开一间就是跟中南部美食相关的店的时候，那是讲你真正知影这寡物件，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去制造一个电影的氛围，还有就是那些烹饪的手法，我觉得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会记得我伫咧大学的时阵，有参加一个就是去山顶看迄个要安怎做茶，对，迄个台语词的，台语词的收集。我刚就是我伫咧看台北漂配的时阵，我在看台北真就台北漂配的时阵，我有一寡就是想想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是就是因为比如说就是这种各种原因，小至就是我伫咧台语内底有一寡语言。应该是讲有一寡用台语才会使传授的语言，伊无法度就是透过同款的方法传到北部。我觉得其实也很难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就算100%的传到台北，而是讲其他的所在，伊可能嘛是有其他的无同款，还是会有其他的不一样。对，我刚刚这就跟语言跟台语有就大的关系。对，就是这真的是地方的品味。还有就是我刚刚就厉害的是，虽然就是小盖这本册一大部分，它大部分其实都是华语，所以大家看起来不会很吃力。对，拄学了，但这嘛拄学了台语嘛，我们就是慢慢来，它里面有很多台语的新词，对，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我觉得这算是这算是台语入门较好的册。你看，看了，过去看阿乔的
就是看那个玉桥的，嘿，你也得会相信嘛，学赛。对对对。对。而且我上个礼拜其实就有些人，你要讲话很好笑，有啊，然后我顶礼拜就有先买起来电子书吼，电子册这本有无？因为迄当阵就是吴欣老师给我推荐这本册，我就去找啊，我迄当阵嘛的想讲应该全部拢是虾米台罗还是台湾伫咧内底有无？不，它大部分其实都是可能我们就是现在比较看的比较习惯的，可能就是那个中文的部分啦。对，它就只会在有一些比较专有名词，例如可能操车逼啊，很多这些，就是我们常常在吃东西会碰到的这一些专有名词上面会做一些注解，其他全部都是中文的部分。对，真的很推荐给大家。我觉得我刚刚就。特别的是一种料理的手法啊，对，一种就有路的物件，真的就是哪是讲你不是主家的，还是讲你不是这个行业内底的人的时阵，这个物件对于来讲，我觉得那个趣味点，那个趣味点就是那里，就伫内底，对，迄个老师嘛有讲到，就是有一个阿姨就甲伊讲，食鸡肉饭就是食蟠桃，我觉得蟠桃这个词嘛是就会，它其实是一个，就大概刚怎样，我今嘛激动，伫咧激动社会，就它其实是一个台湾人自己品评美食的标准诶，这是不好都去，这没有办法去，就是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品味，这跟其他世界所在嘛无讲，就是我们如果对啊，这就是无论是食衣住行娱乐，我觉得独立思考的想法，就是伫咧语言内底的有诶，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对，真的，就是很有趣。所以讲，就推荐大家会当来看这本册的原因就是安尼。对，我们今天其实前面讲超多废话，但是讲有迄个感官标准的物件，就是有一个书叫做 Q 心，对，我觉得蛮特别。我头拄仔嘛想要，嘿啊嘛想要问一个 Q 心 Q， 安尼念嘛 Q。Q 啦，就我们之前有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啊，就是它就是麻吉的迄个 Q 啊，就 Q A 的就这个 Q 啦，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细致的那个就是台语就是用2个字就解决了。等到就是我们会说米我们不能煮太烂嘛，然后要保留那个 QQ 的口感，但是你的 QQ 的口感呢，这 QQ 的口感你又不能整颗都是，就是你爱是伫咧中心的时阵，你会咬到那个回弹的感觉，有啊，用台语就会使直接讲，迄就是 Q 心，好可爱哦 ，QQ 的 Q 心，有。我觉得那是一个品味的那个啊，就是有人讲，就是你煮饭就是爱煮到这个程度，所以就才会使做好的鸡肉饭。我觉得还不错，这就是大概。还不错的感觉是，这是我们个人的品味。就是刚刚日本，我不知道日本有类似的词吗？对，日本味会有吗？你说还不错吗？还是说在夸奖这些食物上面的东西？没有假面的物件，他们有自己的词吗？应该会有吧？他们那么多，就是 omakase 啊，是啥？所谓自己的词，你是说形容这些东西？对，会有吗？呼啊，可能就是有点有点像棉花糖那种感觉的那个什么舒芙蕾，摩吉是的，摩吉就是 Q 心嘛，吼，摩吉应该国家较 Q 心，淡薄仔无共。我觉得摩吉比较像麻吉的迄种 QQ 的好，其实有嘞，麻吉的 Q， 对，有其实也有，其实有啦，啪哩，就是说啊，这个起来，你啪哩，迄个皮有无？嘿啊，有讲到这个马上就涌现出来，有啊，我刚刚台语内底有一个，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因地制宜，有淡薄其他无共款的品味，对，还有。我刚刚有其他的就趣味的物件，就是料理的部位，就是料理的部位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打了2个，但是伊内底有迄个鸡胸肉要安怎讲？刚刚是胸筋吧，就是鸡胸肉是白吧？伫咧，不是迄个你很白布的白吧？我知道白的肉，对，白肉白吧？啊，但是你鸡腿吧就是红吧这样。猫鱼猫头都有讲，这句话有。你讲 a piece of cake 哦，
就是简单啊，产球咧假灰给爸饭。其实还有那个我以前有听过那个，以前有人骂人不是都会说假酸啊假沙巴鱼嘛？我想说那个是不是从台南来的？有可能哦，沙巴鱼。有人就是我细汉时，应该嘛是我姑咧细汉的时候，对，问题今晚应该无啊，我觉得应该没有。以前的大学，以前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看那个大学的哥哥姐姐带他的哥哥姐姐，一定会讲什么假酸啊，假给爸爸。为什么现在有像你派考勤，因为我们派亲戚在抢人假饭啊，搞不好他们亲戚从台南来的，对，嘛是有可能啊。富米有讲吴妈咪，对啊，吴妈咪嘛是啊，吴妈咪真正是定定伫咧日本人的 shirt 内底就会看到的，对，吴妈咪有，吴妈咪就是鲜味嘛。那个你伫咧抖音 TikTok 内底，若是讲我是家己无咧下载啦，你伫咧 YouTube 有当时买录掉，就是也会滑到，他们说哎呀好鲜啊，对不起，我应该没有滑到过。好厉害哦！最近就是一直被荼毒就是因为我嘛是，对我本来嘛是最爱食的啦，所以讲我是不论是册还是讲迄种 shirt， 我倒是介意看别人做物件。我嘛是，那是无国籍的啦，无国界的，因为你就是舒服。对，我当时就是录掉，然后我听到好鲜啊，鲜的掉眉毛，对，就是这种，对。笑那么开心，不是因为我觉得每次你模仿那些角的音调，不知道为什么都好嘲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在嘲讽人，我没有，我真的很诚恳，我没有在嘲讽人。我知道你很诚恳，好笑，对啊，真的哦，我没有，我现在讲话要非常小心。我最近就是因为我的作品爱上架，我真的是作品要上架，我讲话会非常小心。我会等我的作品上架了后，才开始转点，才会开始全力嘲讽。我给你洗稿洗单灯，好不好？而且今仔日啊，小叮当，系啊，而且今仔日讲到家己的这个李顺聪老师的这本册有无？讲到家己，我会当顺续介绍阮朋友因兜的这个烧肉饭，敢会使？可以啊，丁爷，那是不是？嘛是伫咧家己，嘿，对，咱讲敢若甲因有活动诶。我自己忘记，好笨啊！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想讲，为什么是我？对啊，弄当这东西伫咧家己的家己人有无？呀，对啊，你像东西哦，这家的物件真正是有够厉害耶！我们家丁爷也是在我们的生日季的整个5月，直接把你们就是送肉送到整个就是饱到天灵盖了。有趣的都知道到底有多饱。这是鸭吧？拢有哦，这是鸭吧、鸡吧、甲猪吧，因兜的猪吧是有金奖认定的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每年5月才有，现在已经过了。这是迄个三宝饭，叉烧啦，拢有啊，三宝啊，叉烧啊，烧肉啊，这中南部的便当现在遐里大一个。这应该是加料的，这应该是我们家面线过去，然后被认清了嘛，认清然后就对，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种饿叫恰，你先讲。没刚胸服务，没代志，只是想说啊，这个其实也过了档期。其实你要说刚胸服务嘛，过期啊，也过期了。起码只是等候大家看，你看好大份了，对，好大份哦，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除了这本书你们可以去读之外，我是觉得当地嘉义，其实你们就是直接把那本书带在手上，然后去嘉义采。对，我刚刚是安尼是上好。对，你这本册就扎在身躯顶啊，直接去嘉义。你讲，我感觉最近家有就这好耍的物件，我真正就想要去，但是这个工课所在真的工作太多，我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就这时阵我真正是就是会一边那个，然后一边痛哭，好好笑，因为就想要去家义的，所以我就会一直就是感觉讲，我有一间我们是。饭店一个店啊，我酒店一个店啊，就是因爱赖卡店，就是他们要赖确定，安尼，所以我就一直卡店啊，然后就一直甲伊个头家，我就一直甲头家分享讲，哇，我真的好想去啊，就是后来我决定就是爱
就是因为啊编辑就是要加集数嘛，然后我就决定无去，我甲伊促销，然后我发现我哭得比他还要难过，我就跟他讲。我有跟他讲，我哪里到安内啊？你下次不要接我这种客人呐、啊。他说也没有必要那么夸张吧。等一下，你是直接拍，超好笑。你是直接拍电话过去问讲啊，你可能爱促销。伊就是 Line 哦，对，伊就是 Line， 伊就是爱用 Line 去促销安尼。啊，有你爱促销你也嘛用 Line。哦，啊你拿促销拿好安尼。对对，啊伊个好啊，一寡 emoji 讲加油哦，没有，我没有想要加油。好多狗血，我觉得超惭愧，好好笑。当较有闲的时阵才去去啦，吼。对，啊，还有迄个，我感觉足趣味的物件，大家应该嘛想要知影的，就是一个我头拄仔讲的鸡肉饭这个单元内底，然后讲到讲一个好，一碗好的鸡肉饭，可比乌昂串的三角肉，就是他就说一碗好的，对我觉得这一句也蛮趣味。我说三角肉的那个物件，就是你们知道三角肉就是金三角。黑尾鱼大腹，黑尾鱼大腹，三角肉。你刚刚有讲到，对，三角肉就是后面一个欧昂船。欧昂船。我们最近也才大家应该是吃这个东西的季节了吧？最近应该是啊。黑尾鱼。我们讲，其实我真罕点。对啊，我其实就罕点食，我大概食沙西米的时阵，拢是食迄个我说三文鱼是不是之鱼欸？反正我就是我就是大概拢是食鲑鱼，加边啊 tag 哦，你讲这间烤鸭庄啊，得说从老师来去食啊，真是假是吗？好啊，会当去去啊，对啊，会当去食看卖啊，因为因兜的这八家就好食的，在嘉义当地也算蛮有名的，嘿啊，对，真的真的，对啊，迄当时我还记得，就是我想要去嘉义，好像也是因为你有一个活动，但是我没去吃啊。后来我就是没去，就是没有去，因为伤过无用啊。哦，咱拢伤过无用啊，我们都太忙了。其实我6月的时候，迄当时我嘛有甲伊讲过，我就一直想讲我是要去嘉义还是去高雄，但是即摆因为咱两个有新的坎坷，所以我就要去高雄，不得不来高雄，实在是太委屈了。对，没有啦，没有委屈啦，真的很好玩诶。而是讲咱伫咧上尾，个工商服务一个，就是咱6月25，啊不，6月26，顶个查一个6月26的时阵要做啥物物件？我觉得我刚会当先互因看迄个 logo 诶，就是咱做的一个计划，就是我找一个。啊是讲青啊，啥物物件？你讲鱼煎加恰恰你是讲迄个黑尾鱼哦？但是青啊应该是尾鱼吧？它应该不只是，应该是无刚那只黑尾鱼。我还记得。等下我找一下那个好多，等一下哦，好，我们好多。但是。然后呢，我甲因开讲，就是我是一直在想讲这个代志啦，就是台湾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吃到黑尾鱼的地方啊？就是大概刚刚大概食迄个青鸭的时阵，我会预想伊就是黑尾鱼，就是你伫咧真鲜内底食，是讲你去日本料理的时阵，我感觉台湾的物件真正是足济。但是老师伫咧这本册内底嘛有讲到，嘉义人咧食火鸡肉饭的时阵，拢是食迄个原味，就很少人会加酱，对。那真正是一个假面，就是食材很多的一座岛对啊，就大概拢会就很轻易就可以吃到黑尾鱼，是这样吗？其实我嘛就很少吃，嘿呀，就是黑尾鱼，其实我也很少在吃，所以其实我黑尾鱼反而蛮陌生的。你说，你去日本料理的时阵，唔就是凊彩点迄个青鸭的时阵，因拢会特别讲这就是黑尾鱼。我知影。然后不会特别讲，不会特别讲的，刚刚就是迄个，对，拢会是进口的，什么长野长尾鱼什么的，就是就是就会有其他的啊。
啊，若是讲你去点寿司咯，我先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寿司的，然后都是我朋友在吃。啊，现在我就会叫寿司人的呢，我就会叫的呢。对啊，你就是我朋友之，我就是家己一个时阵就袂去食。所以就是先喊着食，但是我有发现，就是台湾是不是？台湾是不是很容易吃到黑鲔鱼的地方啊？啊，在在世界其他的州来，这应该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事情吧？我现在已经下载下来了，我们26号的活动，我们现在要把那个 logo 放上来吗？我要帮你配乐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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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币霹雳会，算你几个环大会？因为是安内啦，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呢？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些特别诋毁台语的事情，我感觉是因为我们来宾专门都是小杂货，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我会被延上，你们没有，是我讲的，对不起。拍谁？在场的大家都不是小杂货，只有我是小杂货，就是安内，谢谢。哦，应该是我是小杂货，好不好意思？只有我两个人是小杂货，其他都不是，谢谢。我跟你讲，我今晚已经就久无封关啊，我会当送你一汤汽油，有一支番仔火。送你一粒鸡两个咯，我送你一粒鸡两个，反正就是这样。反正我觉得蛮好笑的。反正大家也不是好笑啦，就是觉得他们比较适合这个啊。当然，那有新的其他一下团虾，就是会在8月的时阵对，那东西就在高追的 VTuber 来啊，讲的好像就是第一次来的不高追，没有，他们可爱的地方不同。开始越不会讲话，没有，越描越黑，这段剪掉，越描越黑。小蛋就会出现在咧口米卡顶，嘿，口米卡顶，对不起，演上。没有。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我对。我哪是会当吼这个来宾小杂某的评价，我的意思是正面的那种正面的评价，我真的很喜欢讲。我刚刚小的意思是对工作的热情，就是大家真的对工作很有热情，对，然后对大概对观众就是冷酷无情，我们差不多都是请这一些对观众非常毫不手下留情的各位，我们台币的前辈，是，很会呛人的，也不是呛人啊，应该是讲话蛮好笑的，对。还有刚刚讲大概是来做台一类，对呀，你先讲。那就是26号，基本上我们就是尝试用这个台湾霹雳火里面的一个元素，然后邀请到就是几位非常非常可爱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真正是小杂某的 K 位啦，这样就拍谁啊？不过真正是小杂某的 K 位，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个企划哦，所以欢迎大家。那一天是晚上8点哦，所以那天晚上8点就你先讲，你先讲。对啊，我就先捞起来。我真罕见伫咧暗时的时阵出现，所以您了解我的意思啊吼，一定爱来哦。对，绿水银头我讲用台语讲没？我跟你讲，我真正刚刚大概对霹雳会的迄个印象拢是美人，可是里面真的没有，不止。我进前就是想介意看的主要原因是内底有一个角色叫做马阿敏，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马阿敏？知道的应该就知道。对，他就是他在里面是那个介早跟那的鲁苏，这样，然后。伊的台语真正超好听的，就是伊咧讲发条的台语，我觉得好赞哦，对，所以我就一直在看，对，但是就伊在迄个时阵嘛，有迄个啊大老婆的反击啊，就是韩语也没有比较好，对，迄种我讲迄个时阵呢，迄个8点钟拢是安尼啦，对，所以我就很喜欢霹雳火，然后学讲会使就是拄好，我们现在可以还不行哦。对不对？什么东西？我们的那个合作，还有，那个合作会出现吗？我现在在暗示你，就是那个合作，那个合作现在还不能讲，对不对？都结了，我还需要保密。对的，就是同一个名字的那个，那
对，那个还不行讲哦，那个先不要好了。我们先保密，我们先保密。对，反正就是有一些因缘际会啦，然后刚好拄好我们就是要走诶。对，所以大家再小期待一下。对，反正就期待一下，就这样。期待一下，对，我们之后的就是之后就厂商爸爸们其实就谢谢都很青睐本频道啦，所以就是很多的一些合作工商一起，大家拭目以待，就是这样子，就只能就大家期待一下这样。谢谢，对。大家使就是小期待一下，就是安尼。今日因为我头拄我即摆发现我头拄不是头拄我小等要去开会啊，差不多啊，嘛无多开足久诶。不过时间嘛差不多啊，我们先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吼，因为吴昕老师被降落的所在。先向大家讲拜拜，你会使先留话，咱先。拿找爱降落地点吼，水某遐，对，同款会使甲大家讲小水，我伫咧开讲室内底，我看一个哦，咱即马的降落地咧，我看一个，无咱去找丽卡丽塔好了吼，塔，去找塔，新的迄个。新的水某伊毋是新的水某诶，其实伊嘛是常常咧开透早还是中昼的这个节目。等一下我怎么当掉了？等一下他不让我加入。你的电脑嘛是想要困哟？啦，伊嘛忝啊啦。那熊伊嘛忝啊？嘿啊，有了哦，我想讲那熊，他刚刚整个それはなんだっけ？止まってる、固まってる，就是停住了。好像设定好了，谢谢大家。那么我们差不多要降落到塔塔的频道了，谢谢你们，拜拜啊！哎呀，听到你，拜拜，谢谢你们，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更感谢我们。给你看册哦，对。对啊，对，戴树川老师亲自来，对，然后跟大家讲，若是讲恁今嘛吼，无啥就是无啥时间。去册店买册，我甲大家分享一下，我今仔日是伫咧倒位看这本册嘛，是会使实际上互咱的地主老师摕到稿费版税的所在。你们可以去那个电子借阅系统，电子的迄个借阅系统，伫咧迄个即马迄个，敢若是行政院做的，伊就是甲所有图书馆的迄个册。放伫咧网络顶端你可以借电子书，全部都是免费的。我在那里找到这本书的，很赞对，我分享给他老师，你若是去借，老师就会嘛会使摕到版税。那就好呢。对，我贴给大家分享。好哦，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一下，就是创作者，原来还有这个机制。对。对，伊是伫咧年尾的时阵，若是讲你有迄个收入的时阵，伊就会寄批互迄个作者。这拢是免费的，就你去借，你借一届，你就会使作者就会使摕到一届。对，放伫咧遮。这我们没有工商哦，这不是工商吼，这真正是一个迄个伊叫做台湾云端书库，好酷哦！若是讲你原本底就有可能市立图书馆的图书馆的迄个借阅证，你嘛是会使直接就伫咧刷顶借，用手机就会使看，用电脑嘛是会使看，用 iPad 嘛是会使看，对，包括立批箱写内底嘛有，我记得。很多书都在里面，台湾漫游录应该也有，超赞而且可以支持喜欢的作者，大家一定要借起来哦。六，很棒，我很喜欢。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大家。好哦，应该差不多啊！真的谢谢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好吃的台湾美食料理、火鸡肉饭，还有嘉义人们，谢谢你们，以及我们的孙生老师，谢谢大家过来，谢谢你们。继续来开讲，
对哦，那我们拜拜要直接降落到我们塔塔的频道了。それではまもなく塔塔家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塔塔的频道了，所以要降落哦，好好的安全带哦。吴俊老师，你身体不会用哦。我的身体不会用，我要留一些精力，好笑，好哦，好哦，谢谢你们。好啦，那明天见，猪猪明天会开台，你们乖乖等我唱歌，先安呢，大家拜拜，拜拜。明仔载是唱歌，明仔载你敢要唱迄个？我头拄仔甲你，我昨甲你讲的迄条。你说猪大哥吗？对啊，你是爱的猪大哥。谢谢谢谢，我知道你们都爱我，我也爱你们，爱的猪大哥。好啦，有机会来唱一个爱的猪大哥吼。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最近谐音病。就是我要学跳没时阵，我就会想一些很烂的谐音笑话，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你跟那个就是在晚上会就是讲一些很奇怪的那个历史的朋友，其实啊，哪有奇怪啊？我觉得嘉义很赞啊！对我刚刚，我因为伊的小改，我就想要去嘉义，你知道吗？知道啊，嘉义超赞的。我现在就只剩下冲那个阿里山小火车了，好难订票哦。阿火山小火车对啊，阿火山小火车什么东西？我很少，我以前第一去就是我唯一去嘉义的一天，就是去阿里山小火车。哦，不是我刚刚还一直在想，我没有写错。我刚才我头段一直在写公有公唔对啊，因为没有阿里山小火车没有。对。哦，去阿火山小火车。好，谢谢，我们期待去对阿火山小火车。我下次订到这个票，我再跟你说。不是啦，什么？谢。好啦，先这样子哦。也是老师讲，你小概嘉义竟然连阿里山都讲错，是最基本的东西。阿火山小火车。好啦，不正经，大家拜拜。好，明仔载过来，拜拜。拜。好，我结束了。你看吧，先去开会，你来得及吗？